台南市牛肉文化节在号上午将伫个振华美女场来登场，配合活动的宣传，市府农业局10号上午嘛邀请9间的牛肉店家伫个市府2楼广场举办电视推广，并且由市长黄伟泰甲国际赛称号的知名主厨郭主义共同来料理国产的牛肉，推广台南好牛。过去台南牛肉都是以牛肉汤著名，但是除了牛肉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牛肉料理。为什么？因为台南市是肉牛全台6都中肉牛生产最多的，也是年屠宰量达到8000头所以说对于台南的牛肉我想说大家都没话说，尤其国产牛肉一定比进口牛肉好。台南牛肉又是国产牛肉中的佼者，论新鲜度，论这个 Q 弹度，论好吃的程度，我想说都是第一。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是希望说把这个国产牛肉的这个厨艺以及它的料理方式，让它更上一层楼。如果明年能够登上这个米其林的不管是必比登也好，或者是这个米其林星级也好，都是对台南的牛肉一大肯定。我们有这个雄心，有这个壮志，也希望说台南牛肉更上一层楼。希望大家都喜欢吃牛肉，尤其是台南牛肉，根本就不用担心有什么莱克多巴胺的问题。市府农业局长李建宇表示，配合牛肉文化节的活动，12号上午还有限定牛肉店家铜板价快闪的活动，民众只要到限定的店家打卡，就能索取牛肉的护照，享受年底进前的消费优惠。咱总有迄个安平区、北区，啊，搁迄个中西区有3间牛肉店，咱会办理这快闪活动吼。这快闪活动有一个好处，咱的民众来到这，交咱的店家有一个互动打卡上传到咱的蓝德极品的时阵，都可以得到100张的这个牛肉折价券吼。咱的朋友就当伫遮吼，用50块的铜板价来食到咱这个100块的牛肉汤。另外，咱伫12月18到19，咱嘛伫美术馆有这个市集的活动。咱朋友来到这，交咱的店家做一寡互动，你嘛会当得到牛肉护照。这牛肉护照，你当伫咱全台南市有23间合作的店家，同款你嘛当用着铜板价来食到咱的牛肉汤哦。12号的限定店家有北区、中西区甲安平等，除了同港享有铜板价的品好牛快闪的活动，另外伫个18、19 2天，伫个台南美术馆嘛有生活市集，会用索取牛肉的护照。欢迎民众做回来台南品好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